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良心宝宝婴仔的妹妹会晓家己翻身咯。只是这个不倒的肉伤济，卡爬袂转去。不过这个妹妹袂摇把叉，会点点伫个原地休困，等妈妈来甲抱转去，有够高追。婴仔妹妹伫困，有当时啊脚动一个，手害一个，春轮一个，凉一个。哎呦喂啊！成功安尼，这是58天的婴仔妹妹，即摆已经家己变身啊，实在是足够追的。但是有当时无小心安尼练怎练起得手啊外口，因为巴肚圆滚滚，肉伤济，肥卒卒，晾真久拢爬袂出去，只好伫原地等待，等妈妈移过来。很有趣的是，元仔妹并没有因为自己滚着滚的就滚出这个巢外面以后就哭闹，那她应该是会稍微有叫声的时候，大概就是肚子饿为主。她本身的个性也是很温柔的。温柔的婴仔妹妹到底要号什么名？号名活动已经开始，到8月26为止。团啊、圆妞、怡宝、柔柔、金珠、马吉，对这6个选一个。你喜欢哪一个？元宝，元宝。元宝。目前上济票的就是怡宝，过来就是保育员上介意的柔柔。婴仔妹妹名到底要号什么？8月30，咱就知影。